来看屏东的小琉球哦，热人拢有真侪游客。顶礼拜527连假都有36000外人，海边啊渔港哦，人拢吵，嘛运用着渔船来出力。各有业者哦，甲一寡牌仔拢放伫沙坡地顶头，因为目前哦是海龟上花生卵的季节咯，嘛去阻碍着海龟的动线。相关单位是表示讲，因会来加强稽查，嘛来做处罚。 热天，互屏东小琉球变做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。每到假日，都有真侪游客来佚佗。顶礼拜连续4天的肉粽节连假，顶岛人数竟达到36776人。但游客伤济嘛出现真侪乱象，有游客伫3号渔港附近的航道耍水，唔那影响渔船出入，佮提悬人驾船的风险。 跟渔民的进出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啊！那我们希望说要有效的去管理的。 游客侪带来商机，但乱象嘛引起当地人的不满。唔那安尼，部分业者为着省搬运的时间，直接就用独木舟 SUP 放伫中澳沙滩过暝。但中澳沙滩是海龟生卵的所在之一，伫要到的暑假更是生卵的高峰期。邮局对海龟来讲，亲像路种共款，阻碍伊上花生卵。批管处稽查了后，决定函送国产署处理。将违规的资料送给土地管理者，国产署接续侦办。 后续我们管理强度会再更增强，邀请相关的机关以及相关所的清洁队，将不配合的业者直接将载具他们的运走。放他们私有的东西在国有土地上，没有取得合法使用权之前，当然都是占用行为。国产署表示，会甲批管处参详看，敢有需要将中澳沙滩围起来保护海龟。但不管是凊彩将游具定伫沙滩，还是放游客伫航道耍水，拢毋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。屏东海渔所已经开始搜证，准备照渔港法对业者开罚3万到15万块不等的罚款。暑假嘛会甲业者协调管理的方式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，屏东报道。